照耀，每滴泪水你都知道，带我走向平安的怀抱。在深处与你相遇，你是我的光，我的依靠。风雨中你不曾离去，你的恩典充满我心跳。夜色降临，心人平静，你的声音温柔安宁，每个脚步你都同行，牵引我走向永恒光明。在深处与你相遇，你是我的光，我的依靠。风雨中你不曾离去，你的恩典充满我心跳。你的真理像清泉流淌，洗涤我心，充满力量。即使黑夜漫长无光，你的手依然将我扶向天堂。在深处与你相遇，你是我的光，我的依靠。风雨中你不曾离去，你的恩典充满我心跳。在深处，我低声祈祷，你的爱将黑暗照耀，每滴泪水你都知道，带我走向平安的怀抱。在深处与你相遇，你是我的光，我的依靠。风雨中你不曾离去，你的恩典充满我心跳。夜色降临，心人平静，你的声音
像永恒光明。在深处与你相遇，你是我的光，我的依靠。风雨中，你不曾离去，你的恩典充满我心跳。你的真理像清泉流淌，洗涤我心，充满力量。即使黑夜漫长无光，你的手依然将我扶向天堂。在深处与你相遇，你是我的光，我的依靠。风雨中，你不曾离去，你的恩典充满我心跳。在深处，我低声祈祷，你的爱将黑暗照耀，每滴泪水你都知道，带我走向平安的怀抱。在深处与你相遇，你是我的光，我的依靠。风雨中，你不曾离去，你的恩典充满我心跳。夜色降临，心人平静，你的声音温柔安宁，每个脚步你都同行，牵引我走向永恒光明。在深处与你相遇，你是我的光，我的依靠。风雨中，你不曾离去，你的恩典充满我心跳。真理像清泉流淌，洗涤我心，充满力量。即使黑夜漫长无光，
各位兄弟平安，平安。啊，咱来祈祷吼，来，咱先来唱我的心嘛，你著欢喜唱歌，欢喜出声来，好。心啊，你着欢喜出声，学路也学我，用真实见证心情学路伊。天地一切拢在见证伊的智慧大权能，咱打着学路敬拜来回应。哈利路亚，荣耀的君王，多谢上帝为爱来感谢。创造万物都伊的真实，哈利路亚，荣耀的君王，多谢上帝为爱来感谢。我灵我乐你，全意敬拜你，你是创造万物都伊的真实，哈利路亚，荣耀的君王。读今仔日的经文吼，来一起来。上主有听我的恳求，上主要接纳我的祈祷。来，咱来感恩甲认罪的祈祷。因感谢俄罗上主，伊是万主的主，独行其事，是创造万有公义甲慈爱。常时咱嘛来认罪悔改，会当来。悔改归正来敬畏上帝，咱三甲开嘴来祈祷。上帝，我真是你是你是主的主，感谢，我哋大家一起努力，支持你，共同信息你，主啊，爸爸上帝，你是万主的主，你是至高的上帝，我感谢你，感谢你来拯救阮。救赎阮的灵命，互阮会当来到你的面前，来调起你，来做你的囝儿。阮献上感谢，来领受主你的福气。阮献上感谢，爬上帝我君为圣事，你来赦免阮。阮有时阮的软弱，行大无拄好，主你的名得到损害，求主圣事来赦免阮所犯的罪，也洗清阮，互阮会当受洗，咱哈尼白，会当过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阮献上感谢恳求。祈祷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咱医治甲透放的祈祷，咱邀请主耶稣成做你的灵、思想、情感、意志甲身躯的主，将你的烦恼拢交托给主。嘛会当换手伫咧胸坎，也是讲带病的所在，主来祈求，互家己会当疗愈伤害过家己的人，常时来求主的疼来充满，来医治咱的心灵。会当用主的疼去疼遐个伤害过家己的人，咱为了这个代志，咱献上祈祷，祝上帝，阮恳求你成就，医治阮，阮心中的软弱、病痛，我们的信心，医治，我是这个身心灵，主的医治，我都求圣子你加做我的灵，上帝，你是听的主，你嘛是听祈祷的主，你是阮一切所有的主，阮的灵、阮的思想、阮意志、阮身躯的主，主阮知你是全能的，在你
当来了解过去伤害阮的人，因嘛会当领受到对你来的稳定的疼痛，完全为圣神，你的疼到伫咧中间的运行，安尼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为了今仔日主日来守望，作为了牧长，牧者中职团队，甲即礼拜参与逐项服侍的同工守望来祈祷，求主恩膏赐落属天的气力宽屏，互所服侍的事工会当荣耀上帝，互人得到利益。为了9月22甲26，第3团的环岛旅游来台岛。目前有34位的兄弟要来参加，求主保守路程交通一切拢顺遂，出入平安，而且会当有留落真好的祝福甲见证。第4季的祈祷会改换做各牧区轮流来参与甲服侍的形态来设计甲举行。求主来引带咱教会，毋是参加祈祷会的教会，是会当成做兄弟姊妹做伙祈祷的教会。来为了青义区来台岛区长敏元、小组长温典、子轩甲稳琪，求主伫咧新学期赐落智慧甲气力，帮助各高中生伫咧课业顶面有专心甲突破，嘛伫适应环境、人际互动中间得到平安甲信心。原因伫学校内底会当有好的模样，展现基督的疼甲品格。为了学生会当伫学校的课业甲教会服侍中间抓着平衡来祈祷，求主帮助因分别做成，知影安怎交用时间甲气力，莫互人压力甲困扰，嘛求主保守因甲厝内中间的人关系和乐，互家庭成做疼甲支持的避风港。继续嘛求主来亲自带领。互更较侪国中生、高中生来当进入来教会，互教会生活，伫教会生活中间来学习健康的人际关系，嘛伫咧真理甲敬拜中间，甲主上帝建立真实搁亲密的连结。咱为了这个代志，咱献上祈祷。特别上帝，我感谢你。感谢你，当来明白你，阮会当来服侍你。主啊，阮会当服侍你，是你的恩典所收赐的，阮献上感谢。非常的恳求圣神，你来赐福，牧师各位同工兄弟，互阮继续同心为了教会发展来努力，会当互所有的事工都能顺利来推展，是要来荣耀上帝，要来广阔主你福音的国度。恳求圣神，你亲自来带领引带，保守青义区的所有同工组员、小组长，主你来带领因，伫学校内底拢有好的表现，伫咧新的学期内底拢有真紧的适应。主你来加添气力甲智慧，伫咧课业顶面有好的表现，伫咧人际关系顶面有好的互动，会当荣耀主你的圣名。引带更较侪国中生、高中生来到教会来。自少年就会当领受对你来的疼，领受对你来的指引，互因的一生拢行伫主你所欢喜、所引出的道路顶面。安尼祈祷恳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好，咱用主祷文来做祈祷。愿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食今仔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你带阮入日刺，就救阮脱离你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上主是阮的保护者，
以色列圣性的上帝是阮的君王。咱即时做伙来吟圣诗18首。我信俄罗上帝，请起立吟全首。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天下万物拢是你所创造的，愿你的荣耀冠过全地。也多谢你是永远甲阮同在的爸，对过去到即马，你拢伫阮生命中间有侪侪祝福。你也是救阮脱离一切灾害的主，伫你的保守下面。阮领受你的平安甲喜乐，求主你，互阮脱离别人对阮的陷害，无受到罪恶的捆绑。阮多谢你伫阮软弱时成做阮的力量。你慈爱的话，甲料想袂到的平安，支持阮每天的生活，互阮会用伫困境中继续行落去，互阮信心甲耐心。听候你应允成就的迄一天，互阮伫每一件代志顶面，拢选择信靠你，逐时拢学罗你。上帝啊，因为阮有犯罪，阮也愿意承认阮的过犯，求你互阮有清气的心，人生有正直的灵，会当分别好歹，互阮离开罪恶。求你赦免阮的罪。帮助阮悔改，成做新造的人。阮也求主你看顾迦南教会，无论是过去也是未来，拢有主的保守甲带领。尤其今年是迦南教会设教60周年，已经有侪侪活动伫主你的引带下面顺利完成。阮求你继续看顾带领其他要进行的活动。同款有主你的同在甲看顾，互活动会用形成一灵，互搁较侪人会当成做你的囝儿。阮也求主你赐福所有的同工，互因恩典满满，求主纪念。阮也求主你看顾但基地牧师，求主纪念达牧师的工，也帮助达牧师的服侍会用搁较有气力。
阮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请坐，请咱做伙来启印伫信息后面，启印文第59篇，就是罗马书第10章。你若用嘴宣认耶稣是主，深信上帝，互伊有对死人中国我，就会得到救。因为人深信就得到称义，嘴宣认就得到救。圣经有安尼记载：信伊的人袂至到死亡，犹太人甲外邦人拢无差别，因为有共一位上帝是万民的主。伊会丰丰富富赏赐予所有求救伊的人。因为所有求叫主的名的人，拢会得救。毋过因拢无信伊，哪会求救伊？拢无听到，哪会信伊？都无人传，哪会听到？拢无车牌，哪会传？照圣经所记载，传播福音的人，因的脚只我尔水。毋过，毋是所有的人拢顺探即个福音。以赛亚讲：“主啊，什么人信阮所传的信息？”所以信是对听，听是听基督的话。不过我要问，因敢真正拢毋捌听到？当然捌。圣经安尼记载，因的声音传遍全地，因的话传到天边海角。请天路靠诗班，伊要献的诗是将你上好的献予主，将你上好的献予主。将你最好的献予主，献你能坚定的力量，让你纯洁热情心灵，忠心为真理打造。主耶稣已有好榜样，勇敢坚定。将你最好的献予主，献你年轻的力量，穿上救恩全部军装，忠心为真理打仗。将你最好的献予主，主爱为大无可比，他将自己舍离出家，天上荣耀赏赐你。他说生命毫无怨言，将你的罪把罪杀。你要热心敬虔来主，将最好奉献于他，将你最好的献予主，献你年轻的力量，穿上救恩全部军装，忠心为真理
请咱做伙来领受上帝话，记载伫新约圣经哥林多前书9章16到23节。哥林多前书9章16节到23节。我传福音，并无啥物通夸口，我是奉命咧传。我若无传，就有灾祸；我若甘愿做即个工，就有报赏；我若毋是出于甘愿，嘛着执行上帝交代任务。安尼，我的报赏是啥物？就是我传福音，互人白白得着。毋过家己无要享受传福音应该有的权利。我是自由的人，无受人的束缚。毋过为着要得到较侪人来信主，我诚做正人的仆人。对犹太人，我着做犹太人，是为着要得到犹太人。虽然我无受摩西律法拘束，却做律法下的人。是为着要得到律法下的人，对律法外的人，我着做律法外的人；是为着要得到律法外的人。安尼毋是讲我无遵守上帝律法，其实我是受基督律法约束的人。对信心软弱的人，我诚做软弱，是为着要得到软弱的人。对倒一款人，我着做迄款人，用逐款方法，通加救一寡人。我做这个拢是为着福音，目的是要甲人分享福音。以上，请等基地牧师来讲道。伊要讲的题目是传扬甲传承。传扬甲传承。留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好久不见。有一个老和尚捌讲过一句话吼，这笑就莫阁讲啊吼。捌听过无？毋捌吼，安尼我简单讲一下吼。这老和尚对山顶落山要去弘法一礼拜，离开了后，才发现讲伊门窗口放一个陈年老酒，要去收起来。一礼拜过了后，回来发现酒无去啊，甲三个徒弟啊、小和尚叫来讲：好久不见，安尼。第一个徒弟就讲。第一个小和尚讲：“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啦，阿弥陀佛哈。”第二个讲：“我佛慈悲。”念几杯？4杯啦。第三个讲：“罪过，罪过呢。”老和尚知影讲酒啉了也，这个高招哈，过招了哈，高人过招。好，这不是我本来要讲的哈，就是讲好久不见了哈。真欢喜，今仔日，这就顺便讲回家了哈，回家来讲道了哈，回我的娘家，有影，确实这是我的娘家哈。1998年，我伫遮受奉牧做牧师。所以是毋是我的娘家？对啦，伫遮受咱的栽培，受咱的疼惜，受咱的照顾，今仔日嘛真欢喜，受到陈碧一牧师，做引导的牧师啦，若讲你第2名，就无人敢讲第1名安尼。阮足早就熟悉啦，吓啦，伊嘛捌做过我学生嘛，受三福迄个导师训练的时阵伫家人，伊也去美国久久，然后咱真有眼光，佮请伊倒转来，做咱第6任嘛，牧师，所以今仔日
是咱的释教60周年的这个做活动之一啦吼。11月初2有到我们礼拜嘛吼。但牧师伫差不多半年外前就到我约啊啦吼。我讲哦，今仔日咯9月2日呢，大地震呢嘿。再起来讲有地震，1999年嘛吼，9月2我伫台南太平间教会，有影迄是半暝12点外，哦，又我足厉害啦，顶顶下啦吼，我2个囡仔都困伫楼骹，我进去较顺者，细汉的咧甲我讲，不要一直摇啦，我要睡觉了。结果迄是921大地震，已经经过26年久啊吼。即摆咱的国家甲今仔日定做啥物？国家防灾日。有影？咱台湾本来就是一个地震的一个岛屿啦吼。特别对花莲那边的人来讲真受伤吼。对咱西部来讲小摇者得啦，真紧张安尼吼。不过嘛是要有即款的防灾的常识甲意识啦吼。真欢喜嘛是，搁一礼拜吼，就是1988年9月28，我伫遮访牧，就是后礼拜日啦吼，9月28，真拄好啦吼。然后甲陈德荣牧师、林芳牧师作为就任，所以我讲这是我做牧师的摇篮，我伫遮出世安尼吼。真多谢陈牧师甲咱教会安尼邀请我。会当有机会倒转来吼。今仔日嘛多谢丁长老吼，这较早我伫遮是敢若超国校样啦吼，7、8岁，伊台语算讲得真好啊啦，那个鼓励一下吼，较鼓励一下，这就是传承啦，无永远拢顺正长老咧做长老，你嘛该退啊嘛，歹势我甲伊较熟啦吼，不过这嘛事实啦吼，咱教会确实人才佼佼啦，人才济济，今日教会了吼，足济安尼，看会知伊的人，要叫名叫袂出来安尼吼，感觉足欢喜啦吼，特别咱这个。天路客啦吼，毋是天路裤吼。这4个少年呢吼，唱得好无？真正在讲好呢。安尼哦，袂爱讲袂歹安尼啦，搁一个歹安尼。有进步的空间啦，无因为减我一个啦，无就搁较好安尼啦吼。因为我习惯教啦吼，无本来要甲插一卡呢吼，确实有影，无因为这条歌咧甲咱讲啥物无？伫咱抑个年轻的时阵啊，就爱安那为主来传扬福音，是毋是呢？求主帮助咱吼。好，今仔日我的题目叫做传扬，毋是传扬传扬甲。传承，传扬是啥物？传福音，对，传扬福音。所以今仔日我要甲咱参加分享，就是基督徒有需要传福音无？不过我这个主题叫做基督徒无需要传福音吗？佫加一个吗？来。毋捌传福音过人举手，啥物叫做传福音？简单讲就是讲叫人来信耶稣啦，是毋是呢？咱捌去带人信耶稣无？捌无？咱嘉南算传福音的教会呢？你有承认无？所以你若无去人传福音，迄算异类，是毋是安尼讲？后摆若要说咧问道理的时候，爱问我加一条，你有捌传福音过无呢？捌带人来信主无？
因为我用这个题目甲咱大家挑战，就是讲，我捌听过一个牧师啦，吼，就是我嘛是做牧师。啊，这个牧师讲，基督徒无伊无讲卖传用，无需要用嘴传福音。哦，这个。这个报道出来哈，内容没办法出来，可以吗？点哪一个？哦，三个。哦，妈，你给我点一下，因为这是我写的文章啦吼。其实几啊年前，有一个牧师，因为文章内底我写的伊名，咱家己看落，我刚才顶卖讲，较袂讲我咧做人身攻击吼。伊甲我共姓，三牧师甲咱共姓。啊，这牧师真特别，我捌亲身听伊演讲，然后因这篇文章我会安尼写伫教育公报社，做一个读者的回应，就是伊伫这个大专圣经研究班嘛是咧讲共款的物件，讲基督徒无是只要好好生活就好啊，哦，所以我。看到这个报道的时阵，我心内足艰苦的，因为伫当时我听伊演讲的时，我就当场甲伊对话啦，吼，莫讲辩论啦。我讲伊甲大家讲，圣经无记载讲叫咱来去传福音，我讲你凊彩讲的。啊，咱拄啊读迄个启应文罗马书，安怎讲？迄是毋是？啊，马太、马可，足侪所在，甚至旧约嘛拢讲着啊，以赛啊。你甲我讲圣经无记载，叫咱毋免去传福音，这是长老教会新来毕业的牧师呢？这什么声？啊？哦，大音哦，我个是用咧抗议咧，还是性情冲满吼。所以我这篇文章不要紧啦，拍袂出，咱会当 Google 啦吼，有已经有啊，后来字又较细啦吼，咱会当去 Google 拍我的名，这个题目，咱会当较详细来看。因为伊讲的理由就是讲，台湾人太捌这个弥赛亚，弥赛亚是犹太人在捌的啦，安尼啦，所以咱毋免去共传统，伊讲伊的教会伊已经离开间教会啊。啊，搁去某一间教会啊啦！我来替迄间教会烦恼吼。伊讲伫迄教会拢无咧传福音的啦，嘛无咧做啥物社区的宣教啦。讲大家只要好读圣经，读圣经你无读到，传福音吗？无读卡车边去哦。只要好好生活，安尼就来吸引人来信耶稣来教会。我讲你讲到一半。讲到一半啊！咱都捌受过三幕训练，对不对？咱有讲到什么爱做见证，有无？然后咱咪看你见证分做两项：外在加什么内在啦。你的内在是不是表现出来就是基督徒的款式？然后外在就是你要用嘴去介绍、去分享，然后邀请人。来信耶稣，敢毋是安尼？所以讲到一半呀。然后我讲，较早若毋是这宣教师来到咱台湾，你我敢有可能真做基督徒，甚至真做牧师咧？这宣教师来讲，恁来信这个弥赛亚，啥物？各位恁敢知啥物叫弥赛亚？老基督徒应该知啦，吼。但是伊无讲弥赛亚呢，弥赛亚咱知是救世主嘛，对犹太人来讲因真熟。毋过真正每间有无水利中部，伊安那来传福音，伊是落拍鼓，去庙埕，去车头，去街路，伫遐锵讲上帝碰见囝，上帝碰见囝，大家出来探讨讲，哎呦，上帝是啥物人？因为台湾人真善良嘛，想要甲伊斗找囡仔。因囝是啥物人？
哎，每个牧师讲，上帝的囝就是你甲我啦，上帝咧找咱啦，咱拢是迄个失迷的囝，上帝要甲咱找到倒来，倒来伫伊的厝内，就是安尼传。所以基督徒爱传福音无？当然爱啊，因为这是耶稣基督给咱的大使命啊。马太28章最后是耶稣要上天是安怎讲？恁着去倒位？去迦南，去普天的，去招办百姓，做我的学生。我去传福音，招办百姓做学生。今日我教示恁的，就安那？教神遵守，佮奉爸囝圣神的名，甲因行洗礼，互因归入爸的名。这个毋是大使命，这基督徒的责任呢。所以，若是爱传，而且都爱认真传。哪能讲起来？基督徒爱传福音无？爱，好来我，无啥操作，下骹7粒吗？啊好，第3粒嘛吼，哦大粒好。虽然家人教会今年拄啊60周年啦吼，减我10岁。你知影几岁无？70。1955出世，咱的教会是1965 10月31，我10月初5，会记得我的生日咯吼。对要教，过2礼拜，要安那？领薪水哦？哦，初5吼，即摆我拢发落家己啦嘿。有影哦，较早我嘛捌住工厂过，拢是初5领薪水着，所以好日啦吼。好来，1965年10月31，咱的教会诞生啊。哦，可能老会友拢较知影啦，对无？一开始咱对倒位，咱的母语倒来，桃园教会对毋对？啊，咱一开始就足水的礼拜堂吗？讲伫倒位做礼拜，你敢知？车库呢？哎呦，是什么人的车库？姓陈的啦。哦，陈明福兄弟伊的车库。迄阵约了有34个兄会友来参加。然后中会有派陈立坤牧师做咱教会小义长。哦，佮咱号名叫做迦南教会，即摆全台湾有几间迦南教会？你敢知？桃园嘛，过来高雄嘛有一间，台南嘛有，屏东嘛有，花莲嘛有哇，愈来愈济啊啦！我会记即摆3间尔，即摆佫加2间出来啊！迦南是啥意思？老年甲密勒地嘛，虽然咧出埃及，然后咧入迦南嘛。埃及是一个最劳累、受苦的所在，是毋是？毋是讲咱当时咱毋过受罪讨绑、罪束缚，咱爱讨绑，然后进入老年甲密勒地。后来真紧，咱就聘到第一任的牧师，叫陈希信牧师。伊嘛。真互人敬重的牧师啦吼，伊伫个任内，佮买伫咱现在即马中华路49号做咱教会的礼拜堂，安尼，迄是1970年的时阵。后来到1972年，咱就聘到陈道勇牧师做咱第2任的牧师。伊伫咱60周年中间，伊任期上久啊，所以别人你会当袂记哩。
那陈德荣牧师袂送也袂去哩。老实讲，伊对咱教会贡献真大吼。牧师，我拄仔嘛拄着，来，牧师你倒，来举手一下，来，咱甲牧师你拍拍一下。拢总应该有20几年啦，我照安尼个计算22年，对。所以，毋是只有咱对牧师呀，牧师娘才是上最大的帮衬呐。你想讲教会即卖有遮好的规模，一开始就安尼吗？无啦，迄位基础开始，人无多，人因两个夫妇还算是少年，就开始拍拼。训练中级，做三福家庭小组，有无？中级的轮休制度，拢为迄个时阵开始。迄阵嘛，正做一个指标性的教会。然后嘛开始推动团队牧会，所以迄个时阵，我1988年甲林峰牧师做伙来，甲陈德牧师因同工。虽然只有短3年，总是互我真多的学习啊！感谢主，咱刷入去，当然当牧师离开了后，去屏东，伊继续伫教个牧会然后个倒来大溪再要蒙主文调。咱刷接就是曾德忠牧师，伊是我的同学，你可能毋知啦共班的啦伊嘛是开始就有恢复迄个团队有咱的李仁六牧师啦这个谢淑玲牧师即摆是双年谢淑玲牧师嘛龙潭人甲我嘛有真熟的再来第4任就郑正仁牧师，郑连坤牧师的后生伊的任内都有靠。陈凯牧师即摆伫文山个咱的缘投牧师但伊个无缘投，你哪咧笑？伊有缘投无？迄牧师娘来讲才准，无缘投哪要介意，对吧？牧师娘有水无？真正后来迄支牧师迄个时阵嘛是真优秀。你若无啥变着？迄阵看即摆拢共款，伊搁去不然做青年方面，嘛去开拓加工教会咱开始有小组化再来第5任就是优普牧师伊个团队内面嘛有即个老牧师一个女的牧师咯应该是咱的历史内面头一个女牧师剩的拢查甫的嘛苏丽嘛是对不过伊较短啦2年小甲伊讲出来再来咱北雄牧师啦顶好，最后咱第6任就是咱北志牧师啦拄则知影讲因爸爸嘛阮田中人哇安尼愈亲我彰化县田中田中。好，这是咱嘉南教会开拓甲宣告历史，讲个60年一架子，有长啊无？无长。迄有的教会已经拢100几年啊，为马街牧师开始有也是马雅各牧师，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已经160周年啊，敢毋是？1865啦，所以咱拄啊差100年啦。毋过60是一个指标，嘛是一个免哪讲，就是讲一个新的开始。我也真欢喜，就是讲这60年来，咱的进步迅速。咱嘛敢若有现在即摆佫扩大，佫买33号等的花期礼拜，我迄边也捌去过啦这就表示讲，咱做真侪事工嘛，咱毋是敢若各对内啊，咱伫社区，咱是毋是做啥物食物银行嘛甲社区有这个关怀协会等等。
这个表示讲咱有咧进步。那伫信仰进步，伫咱的品格，伫咱的各项的财物，咱嘛所有的商业大学等等，我讲袂尽啦。毋过要做的工做会完无？永远做袂完。甲考一个牧师讲够，无够嘛。所以我会记得1988年，咱刘牧师邀请我甲林牧师来到咱嘉南教会，迄个时我拄得所谓教师的资格，所以我项目就是伫1988年9月28后礼拜日啦吼。迄个时阵林牧师伊负责关怀，我负责音乐、教育甲青年啦吼。县外队指挥妇女士班吼等等。迄个时阵讲起来，我个少年30通会啊呀，差不多甲孙静啦、福昌啦、文杰啦吼，阮是比我较侪岁啦吼，系啦，虚长几岁吼，差不多迄个丁爷啦，个正如啦吼，阮的囡仔嘛差不多变大汉安尼，大家咧生做伙，你知道？做伙去拍球，迄阵我成立垒球队，嘛成立社青团契，个开成人主义学，开这样的班，我迄阵嘛参与3无训练，我受真大诶，虽然短3年啦，毋过我会感觉讲每一工拢是稳定，拢是操练，甚至阮过年时个小少开车去旅游呢。即几个我想我诶牧会中间真少安尼，这留落互我真深诶印象。无一定要住30年啦吼，3年都够啊，永远都记伫我诶心内啦。嘛，真做后来我搁继续牧会，去其他教会牧会，我拢会提起咱嘉南教会诶特色吼。总是咱无掠安尼做。满足啦，毋是我安尼，阮教业谁人我会诚做牧师，我想这甲我的家庭嘛有真大的关系。这是我的老爸讲成我，无应该我有成伊无？阮爸啦吼，算袂歹看啦，缘投啦吼，伊吼，老实讲，阮本来毋是姓陈啦。阮爸是红婆来养的，伊是姓郭，郭骨，单皮郭骨啦吼。毋过，因为我的阿嬷吼，就是伊的养母吼，就是无生查甫婴仔，生查某，就我的阿姑。人迄阵传说就讲你来去共邀一个吼查甫吼，就生小弟啦。咱有人号名都号做招弟啊，有无？真正甲抱来了吼，阮阿嬷就生2个小弟呢，阮2个阿叔啊，安尼，佫诚准哦，你毋信，佫袂使无信吼。因为是安尼关系，我阿嬷第一个信主，人甲传录音，阮爸爸因为安尼嘛，开始有好的信仰的基础，我就成长伫即个殿中，中华关殿中镇吼。爸爸的信仰影响阮真深啦吼！我捌写过一篇关于阮爸爸的迄个事录，题目叫做《医疗团队的实践者陈坤聪执事》，发表伫《新书者》的杂志啦吼。你若会晓 Google， 嘛是拍我的名，写陈坤聪，迄文章就出来吼。会当小了了解了吼。伊一生通讲是为了福音。来服侍啦吼！伊高校毕业了，去摆摊，但是我安尼趁无食，伊爱学一个技术，所以走到宜兰东山乡一个东安诊所，去学这个药剂啦、药剂生啦吼。古早毋是药剂师，药剂生啦吼。所以对医药加减捌啦。学几年了，伊就转来然后甲我的妈妈是1932年结婚，因即摆后底拢是百几岁人啦吼。
啊，结婚了后，当然迄阵啊是拢经过买人介绍的，哦，也毋捌见过面啊，啊，就送一栋房啊，啊，较早电话拢暗暗5种啊，你知道？啊，塞套堆啊。第二天早起来，我爸嗌一声，错一条，哎哟，我若娶到一个老母啦呢。哦，迄对一个太太吼，真大的打击无？因为我妈妈人瘦，啊24岁嫁互伊，24岁迄阵啊讲的算老新娘啊啦。较早18岁就爱紧嫁翁啊，哦，24岁就搁老讲，搁去嫁袂出老姑婆啊哈。啊，伊就做心嘛，伫甲阮阿公啊来做衫，啊较早也无啥物化妆品。啊！你若瘦就鸟痕就出来，对不对？啊，所以看着较老款呐。哦，人若瘦哦，看较操劳。讲伊娶着一个老母，有伤人无？哦，迄若我听着一直甲阮爸讲，你是来乌白来，有迄拢妈妈讲我听啦吼。虽然是安尼，毋过因两个真相听。哦，我早做保守啦，所以因捌。拢前行后退哦，对我爸行老前，伊对后壁呢，哪有咧手牵手的啦，对无？啊，毋过虽然是安尼吼，嘛生在一个囡仔呢，有大点无？我上煞尾，所以我妈妈生我时44岁啊，好当年就生啦吼，啊无就让一年安尼啦吼。8男3女，毋是我拢生无查甫哟，吼，查甫我一大堆哦。我细汉时，少些人要抱伊饲咧，因为我古水啊，对人听。毋过我妈妈拢无哦，这我的囡仔囝，我哪可能送人？爸爸妈妈的信用因为阮真深，阮爸爸定定。伊受迄个当时宋尚节博士的影响啦，有无？捌听过较有回人，哦，迄种奋兴报道啊。宋尚节就是对福建来台湾，若要讲迄个灵魂运动是为了先开始的，新医报道嘛是为伊开始的。哦，阮爸受影响真深，所以伫教会嘛组一个报道团，一个乐队。啊！伊上爱吟的2条诗歌就是“倒来呀，倒来呀，毋通过风动”。哦，这是古早好吟的诗歌。迷路的人着行倒转。会晓唱就表示有会的人吼，不同张了吼，头迄个年代人吼，啊，那少年的吼，张了你敢唱？袂晓吼。这叫做代沟啊！我爸爸迄个时阵吼，伊真爱去传福音，所以拢骑一台铁马听无？脚踏车啦，啊，咱台北人叫做啥？空明车，安尼200啦迄种的大台的，啊，拢到处去中华的庄卡，阮田中嘛去溪州啦，啊，去这个婚林。哦，靠湖啊，沿海所，甚至嘛，徛到南投的山顶，自集水里坑。较早无奥多摆啊，拢骑铁马啊，啊，就去到处去共看病，安尼。啊，所以若袂，安尼食伊的药的人吼，哦，比如讲巴肚疼啦、歹腰刺啦，哦，拢有效啊。啊！不过，阮爸爸拢会讲，我药啊会当医治你的病，毋过只有耶稣会当安那拯救你的灵魂。所以逐摆啦，转来哦，拢地蹦子啦，蹦子是啥？你拢听？哦，佫听无啊？啊，这个有代沟啊。无同张了，蹦子是啥？你甲大家讲者，那地啊空空啦，迄蹦子就细骹仔囡仔先去耍啦，有无？迄树啊落落迄籽无，甲当做钱啦。哦，地下爸爸讲哦，我今仔趁钱转来呢，
来迄个假的啊，迄个毋是钱啊，吼，所以无趁到钱转来啦。我妈讲啊，你出去一礼拜久啊，咱拢无赚钱转来。伊讲啊，咱都无钱，就互伊欠啊。大家拢艰苦啊，艰苦人啊。毋过阮爸讲啥？虽然我无趁钱，但我趁着灵魂呐。阿门。所以我妈妈袂因为我妈妈甲爸爸建议讲啊，你有这个技术吼，你着伫咱家啊店中嘛吼，开间药铺药店，啊，共看病开药啊，安尼就当生活得过啊。而且建议好啊无？我爸毋听呢，无爱呢，伊都爱死过去啦，去传福音啦。这就是个精神啊！毋过我妈妈袂因为安尼来怨叹。也因安来支持，所以规个家庭的重担拢下伫阮妈妈的身上。伊去卖豆油，伊去做伫幼亭做这个这个欧巴桑，同煮食变扫涂骹，安尼来用圆碗，来标会啊，到要注册时阵啦吼。所以这是伫我讲年代时阵啊，迄阵有培教运动有无？就是希望伫60周年的是1965年，会当互教会信徒倍数增加，教会数增加，人数嘛增加。所以这中间这个圣神的运行，10年来，哇，国语讲如鱼春笋啊！哇，教会设立出多，毋过安那？有教会需要传教者无？有。但是未富啦，未富市啦，所以只有就兴起这个所谓的祝福传道。我的爸爸迄个时阵就回应讲：“我愿意。”所以去考学做祝福传道，差不多1-2年久啦。吼，我迄时阵个做细汉，嘛捌甲伊做伙去带。暗时的时阵，因为迄教会伫迄个田内底吼，田中啊，毋是阮遐田中，是田的内底。暗时有迄个会扫的入来，吼！我爸爸看到迄个蛇入来，讲撒旦入去，迄蛇就真正惊出来，嘿啊！我印象真深刻吼。所以我会记得我伫遮牧会时阵做少年啊，咱教有一个陈德华兄弟有无？还有伫咧无？我有听讲，敢若伊无伫咧，因迄个是因爸爸来找伊，去店中来，看到我讲，哦，你就是陈坤忠执事的囝哦，即么佫做牧师哦，佫做引导哦，喂，迄句我甲你讲啊吼，伊讲哦，你知哦，阮德华，就是恁爸爸救伊的啦，迄撮歹药吃，恁爸爸咧，伊就住教会附近嘛，吼，爸爸就去遐甲看，开药吃，互伊就安尼长大。啊！我毋若安尼，佫叫阮全家都来信耶稣，所以阮规家伙拢去教会，拢受洗礼，做基督徒。恁爸爸真是阮的温情人啊！哦，我听到这吼，尾拢翘起来安尼，鱼与龙焉呐，感觉真光荣。所以我的爸爸这款传福音的热心，也传承到伫伊的子女了。哦，亲像阮4个兄弟啊。拢做上帝萝卜。我的大哥陈义明牧师，第5兄哥陈义正牧师，佮我去咧顶悬的小哥陈义如牧师，以及我，阮8男嘛吼，其实只有最后剩6个查甫的，2个女的吼。若要讲种6个查甫有4位来呼调做牧师吼。所以，阮一生拢为主咧服侍、传扬福音啦吼。时间的关系，我袂当讲伤久啊吼。咱拄啊说到这段圣经，哥林多前书9章16到23节，这是咧记载保罗伊传福音的背景，甲伊的心路历程啦。保罗是甚么款的人？大数人，对不对？有罗马的公民权。伊是受过真悬高深的教育，伊嘛是法利赛派的人，是犹太的教徒，所以当时看到这信耶稣的人，
伫安提阿讲解叫做什么基督徒有无？若要用轻视的口气啦吼，应该叫做基督徒啊，安尼啦。像咱咧叫警察，你若咧看伊无先叫伊啥？警察啦，那加一个就是表示啥？看袂起安尼吼。所以咱毋是讲叫基督徒啊，安尼吼，安尼啦。所以保罗拢咧掠这基督徒啊，因为因感觉讲因拢背教嘛，背什么教？犹太教。像咱古早若信耶稣叫做什么？背教的啦，死无人靠啦，是不是安尼讲？较早信耶稣无遐简单呢，啊受真侪压力啊。所以你知影伊拢咧迫害基督徒的人，毋过有一摆等于要去到大马色的路站，有一个真强的光照着伊目睭，哇！天袂开船，包括伊只马，马爱一声大，伊就跋落马，有无？然后有一个声讲：你去找什么人？所以拄着耶稣嘛，伊就是遐心内想讲：主啊，你是什么人？用我就是你所迫害的耶稣基督。保罗伫迄时有180度的回转啊，毋那伫思想彻底改变。后来，伊对一个迫害基督徒的人，成做一个传扬耶稣基督福音的使者。伊不会讲我是一个使徒。伊嘛承认讲，我是罪人中的罪魁啦，所以真侪人对伊传福音有真侪怀疑啊，无要相信啊，无要接纳啊，是讲这可能是后辈啊，较早这都什么党的啊，这要找人家是不是卧底的，对无？无要相信，所以讲出真侪诽谤的话。因为伊要迫害咒抓基督徒，所以批评伊哪有什么资格来做传道咧、传福音的工作？当保罗听到这话时，伊心内真艰苦，所以伊特别伫哥林多前书写的这批信第9章就讲，特别辨明伊的身份啦。伊讲我传福音是不得已的啦，无什么通夸口啦。因为我若有无做，我就有在下啦。因为有主强强抓着，是不是呢？毋是讲伊安尼做毋甘愿啦，伊是讲我无啥物通夸口，是不得是必然的。上帝所交代，我除了传道以外，啥物我拢袂晓，嘛咧表达伊对传福音迄个使命感，也就是伊的献身啊。因为伊认为，若无传福音，就是违背上帝的命令，一定会拄到灾厄。就会受到咒诅，所以伊就尽力去传福音嘛。特别咱教人教会过去嘛，捌做过3幕个人谈道有无？捌是分的人举手，我会记得有40-50个以上应该有好来袂少感谢主。恁哪个会记得无？像邢老师两个问题。倒两个问题，假使今仔日应验你若离开这个世间，用你的宗教信仰，你讲爸，你当上天堂，有无？你要来回答。好来，第二个问题，你若到天堂遐，上帝问我，你啥来会当到我遮来？到遮来，你要来回答上帝，是咪呢？两个 question， 真好，还佫会记哩。好来，时间的关系，我就无够。讲真多了这个3幕训练是个人担当，对美国这个甘雅教牧师伊所创立的我就无够介绍了不过互咱知影就讲，咱要怎样通过传福音，互人得到福音的好处啦，特别伫哥林多前书9章19-21讲，伊虽然是一个自由的人，有无？做牧师有自由无？咁就爱打卡，干出来啦毋是爱打卡无？
我较早是高雄新兴新，我嘛甲因做伙打卡呢，吼。不要紧，就讲我就上班啊，阮做早祷会，了就各忙各的咧。我爱去牧师是无打卡，24小时的啦，无人会管你啦，有啦，长老会管你无？上帝管，确实。伊讲我虽然是自由的，毋过我要为着要加得到侪人甘愿做正人的奴仆哦。回应来下即句话，牧师，你是阮的奴仆哦，不要断章取义啦，意思是什么？有人认为讲这是妥协，毋是，这是伊团队的方式甲目标啦。为着要加较侪人，得到人，伊甲无共款的人就讲无共款的话啦。所以对囡仔讲囡仔话，讲因会当理解话，对老人咧，都爱讲因听有的话。为着什么？为着好意的缘故，就讲我所做这一切，我拢欢喜甘愿。所以保罗在讲，既然我所行的，拢是为着好意的缘故，要与人同得福音的什么好处啦？好意好处是什么？来。互人得救，互人有望，是不是？互人生命得到改变。那无咱今仔坐伫遮出去多多，好东西要与好朋友分享啊，唔好孤单啊。所以咱真要紧就讲，咱教人教会已经设教60年啊，过来第二段60年呢，可能咱真侪人无得咧啦。毋过咧，教会有存在无？一定会阁存在。人会改变，甚至会增加。所以咱得爱传承啊！要传到伊嘛需要努力呢，爱操练家己呢。无论是信仰、伫灵性的顶面啊，你像一个运动员，有无？你看即摆运动部长叫什么名？李阳，有无？伊就2届连续2届双打羽球冠军金牌啦！三十通会就做运动部的部长，新的部长有史以来。毋过伊即马逐工要上班，以前讲爱走3公里，3000公尺，爱运动啊！咱中间真正爱运动，特别是这运动员，伊一定要受过真长的时间的训练，严格的训练，为着什么？为着望好的成绩，会当得到冠军的奖赏。所以，咱努力传福音嘛，是要望得到迄个袂败坏的免流啦。咱传福音方式有真多，但是我感谢有果效的，就是用咱的嘴，用你的见证，用你所捌的。所以你若受过3步训练，你一定要传。不管在至少你也讲你的见证吧，传扬福音的内容，加上你家己好的行为、好的见证，来吸引人认捌耶稣啦。毋茫咱时刻操练家己，借着祈祷、训练，充实咱家己。当然，平常时咱甲未信者，咱的厝边、咱的社区的人交往啊。有人讲一个人信主愈久就被抽离了。咱受3步训练拢知影，有无？一礼拜7天拢逐工伫教会，安尼咁好？嘛，甲咱的社区的人搬烂啊、交陪啊，无你哪有机会？甲咱的同事啊、咱的同学啊，带因你即阵啊无认捌主嘛？拢在咧甲咱讲，咱必须得爱讲传福音嘛。所以咱期待福音会当普遍传扬，然后代代相传，好唔好？伫教主过来，咱三教头来祈祷。现在主，我满心感谢你，大恩典，互家人教会伫60年前。有一群听主的兄弟姊妹，因欢喜来分析家人教会。主啊，这60年来，也经历过最的
牧者，在中职同工兄弟姊妹来建立这间荣耀的教会、三听的教会、爱传福音的教会，就是家人教会。主啊，阮无掠安尼做满足，阮知影教会存在目的就是要宣告，就是爱去传福音。求你互阮有即款的使命感，无一个人会当提示，互阮愿意投入参与、努力，继续来传扬福音。也望阮会当一代传过一代，有好的传承，互家人教会的未来是荣耀上帝的教会，是益人听人的教会。愿主祝福，阮今日所无论讲的、听的，拢得到好的勉励甲造就。安尼感谢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尊名来求，阿门。请咱来唱回应诗，圣诗533首。我真爱讲这故事，请起立，因转首。我真爱讲这故事，你的国标的爱，分出给大的眼光，你给我期待。我真爱讲这故
请坐。这时，咱来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出于甘心乐意。若是你也无明白奉献的意义，请用祈祷来表达你的感恩。阮的天父，阮感谢你丰盛的恩典，伫你的恩典中，阮的心神受到感动，得到安静，会当听到你的话，无受外界的扰乱甲迷失方向。今年是迦南教会60周年的日子，阮衷心感谢历代牧者的开拓甲付出，因为因的忠心的侍奉，才有今仔日的祝福甲见证。求你继续保守阮逐位兄弟的心怀意念，免违背你的诫命，赏赐阮每一日所需要的，无伫传阮迄日市，就救阮脱离所有的歹个。今仔日阮献上阮的时间、金钱甲才能，愿你感纳，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请坐，请讲中医长老来报告。各位兄弟平安。首先来做来宾的介绍。毋知有今仔日第一遍来到教会兄弟无？我遮有吼，一个是于清真、于柔安、苏心怡甲苏婉仪吼，这4位咱欢迎伊。伊是盛龙兄甲平柔姐吼，伊的子女嘛吼。来，欢迎，来，请坐。咱嘛欢迎义弟牧师，义弟牧师，伊是1988年就开始，1988年甲1991年中间日本会来服侍哦。咱义弟牧师，感谢牧师下面的。好，欢迎牧师 ，OK， 好。这是甘60周年，咱8月23有迄脚踏车的运动吼，这影片。
这活动将近差不多这40位40位的会友同齐参加。国中生一直到社生拢有吼，咱新的一代。好，咱后礼拜9月28早起9点9点伫新塘，咱隔壁新塘召开吼。当日若无法度出席的陪参会员，请伫9月27拜六进前，以书面小组长或是小会书记来提出。咱的2026年复合长老资格选举的候选人吼，有迄个研习会严德辉、黄在基、田创如、廖祥辉、专家林加张成模张成模好，毋知有在座无好小会推荐的迄个执事候选人。有朱俊礼、杨金柳歹势来林木桥吴宏德、陈珠雅、简正峰，好来后一个詹义峰、谢信杰、吴英温、陈欣、蓝文典甲林子轩。即几个总共12位啦吼，总共12位。好，那今仔日下晡7点吼，第422次的中执会伫401教室要来准时准时开会吼，请中执准备心吼。好，上台讲座9月24拜3 10点半到12点吼，林捌性侵害的症状甲危机的减压。是迄个潘督导吼，来主讲，欢迎参加。导游的自我成长的挑战赛吼，9月27拜六下晡7点伫咧401要来举办，请选手一定爱伫咧12点50进前吼来报到，搁领名牌。详细的活动流程甲规则都伫当日会来宣布。名单会当到1楼的公布栏来看。社区医疗咨询后礼拜拄好是临时复会，所以暂停一摆。上台招生吼，生活日记旅游日记手作的艺术班经历养成班甲书法班拢有名额。咱师资真优良咱若收3科有优待，所以欢迎报名。若有意思的甲迄个蔡文长老、松大干事来致接。上理大学的旅游10月初2拜4，地点是中社的花海观光旅游吼，费用1780块，包括保险吼，欢迎会友来报名参加。这是德中的吼，德中中央的敬老感恩礼拜10月16拜4 10点，伫咧台中后里东达里迄个餐厅吼，费用500块。9月28进前，请教苏金长老吼、丽华庆代迄个所长。咱花莲区的乌莲珠姊妹吼，就是思雨小组长的妈妈，9月19拜5蒙主文调享受79岁，愿主安慰的灵，甲伊遗族同在。好，咱来读今仔日的金句吼，读2摆吼，来。我做这的拢是为着福音，目的是要甲人分享福音。哥林多前书9章23节，搁一解。我做这的拢是为着福音，目的是要甲人分享福音。哥林多前书9章23节，继续咱请牧师来搁一遍的模拟选票吼，多谢。大家平安，请咱当将咱若有摕到即个选票吼，咱今日的目的就是要互大家先来知影讲，咱即次吼有320个受选，吼，咱要来选13个，吼，所以你即摆当用你的即个选票绿色的，吼有 QR code 即个吼，你会当即摆甲扫描。
好，然后来扫以后呢，好，你当梳理你手头，好，诶，这个紧要，好，啊，这个动作就是互咱大家当来练习，安尼后礼拜咱咧和会9点礼拜，哈，啊，超10点和会阵，咱就当较紧来做这个动作。啊，你啊，因为咱即摆已经好有来开始，好，所以个后台已经开放，好，所以你当入去哈，会当看到是有8个圈选，好，然后你要选1个、2个、3个到8个拢会使，好，你就大概可以先了解一下，熟悉一下伊这个界面，好，生做啥物型，好，然后你就会选1个以上，好，然后就可以来送出啊，好。啊，如果这个动作你啊还不熟练、不习惯哈，就让咱礼拜刷哈，余晚当伫楼骹哈一楼的地方哈，会当来请教咱的干事，好，啊，咱的干事哈是刚才刚刚好会在楼下来跟你做解释。好，那我们让大家哈在30秒的时间好来试试看。所以今麦已经有收到了是啊，有收到1张的投票哈，已经有1个来完成哈，好，今日你不用选13个啦，哈，就大概划一下哈，知道说好，到时候好，我们有推荐的这个人的名会伫头前，然后所有受选的资格人拢伫后边，好，照这个号码会排落去，好，然后呢，你就选出你所要的好这个执事，好 ，A 幕。好，目前已经有收到9个啊，有9个人来完成啊。好，啊，咱那身躯边好旁边的人不太会啊，我们可以稍微帮助他。好，后礼拜咱的是伫新塘33号这边啊，迄边来举行。好，所以咱原来有请穿背心的同工甲青年啊，好来协助。好，如果你还无揸手机啊，好嘛无要紧，好也可以用别人的手机。好，像我即马已经投好啊。好，安尼我手机啊就当借别人来用，好，啊也当来扫伊的这个 QR code 甲这个金钥，好，好，搁30秒哈，再30秒，啊，互大家会当先熟悉一下。后礼拜咱会用较长的时间，好，但是咱这时间哈会比以前选举会较紧，好，因为咱这个开票时间好真短，好，只要选举完成，好就可以随时开票。好，即马有35个已经投票完成啊！哈，好，37票。好，安尼个10秒钟，好，你啊，好，现在选几个都没有关系，你就给他确认，好，送出，好，然后它会有一个红色，你给它骑落去，好，啊，骑落去呢，它就会好告诉你投票成功啊，投票成功。好，那我们今晚就先来结束啊第1轮的投票。好，阿兰来当从荧幕画面上面来看，好这个投票之后的结果，好，所以等咱完成之后，好，幕数会宣布，好，咱今晚完成第1轮的投票，好，咱来公布第1轮的选举的结果，好，那它就公布了，好，所以拄只第1名，好，就是这个什么人第1名？好，他会有出一个报表，好，雅各是最高票，好，雅各是上关票的，好，收到45张，有40个投票，然后会有一个选举的结果跟报告，好，就是今嘛咱收款，好，结果报告书，好，大概让大家看一下，长这个样子，好，安尼好，所以这就是咱后礼拜来使用。好，那等一下第2轮投票呢，这张黄色好，我们会开放到中午了，好，开放到中午，好，我们就先不关，好，所以小等咱礼拜三来袂晓，我们就用第2轮的投票，好来模拟，好，你有问题，好，都欢迎可以到1楼来询问，好，安尼好，希望咱后礼拜好几点和礼拜9点伫什么所在？33号的新塘哈，好，咱礼拜四就要来举行这个和会，好，以上多谢。咱做伙来上映信息391首，乌鲁天顶主宰，因是煞请陈牧师来祝祷。请起立。
再来犹原徛伫三角来领受上帝的祝福，但愿因大家得到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听痛，以及圣神的相通，常常甲咱众人三角地地，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阿门。请做绿岛。